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这个堪布来给我们从佛法的角度呢，再来讲一下这个传统文化。那虽然大家都很熟悉堪布，但是我还是要把堪布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很简单啊。那堪布呢，他是出生于甘孜的时期，6岁出家，然后在这个阿尔扎佛学院、伦敦佛学院等等大佛学院里边全面系统的学习佛法经悟博大论。24岁的时候获得了堪布学位。那曾经一指的一些大名鼎鼎的高僧，包括屈恰尊者、贝玛才旺大堪布等等高僧。那后来呢，他又在这个查沙卓格仁波切、贡嘎旺丘大堪布、宗萨钦德仁波切等等的大德座下领受了这个显密的教法以及伏藏的这个灌顶。17年的时候呢，堪布转为瑜伽士的身份。除了这个之外，堪布还是一个作家。那更想跟大家在这里介绍的是，堪布呢，他致力于这个文化典籍的翻译。他先后将禅宗的经典《六祖坛经》以及道教的经典《道德经》等传统文化巨著从汉文呢，从中文翻译成藏文。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欢迎堪布。那堪布，我想提问您的问题啊，就是您是从雪域的秘境到达了现代的社会，是从一个慢文化到了一个快餐文化，是从一个群体文化到了一个个体文化。就刚才何博士也讲了，西方很强调个体价值、个人主义那但是您是从西藏藏地来的，而且是从这个佛法的环境里，他非常强调这个群体文化。那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变化中，您经历的最大的文化方面的冲击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可否请您从佛教修行人的角度，结合自己的这个经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面对文化冲击的时候，传统文化它核心价值的意义是什么？可以吗？第一个问题再简短的说一下。OK， 第一个问题就是您从藏地到这个澳大利亚，经历了很多的变化，文化上的各种变化。那么在这个变化中，您觉得最大的文化上的冲击是什么？好，好，我刚刚听了2位博士的这个演讲啊，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内容。尤其是我们这样的这个慧论能够邀请到这样的珍贵的2位，这不是口头说的，我发自内心的觉得，就是他们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这样的各方面来讲，这样的跟我们一起这样的这个分享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另外一个呢，其实我刚刚到澳洲的时候，当然是就是应该是第1个星期吧，就是反正在这边呢，去那个悉尼歌剧院那个周围的几个地方之外呢，我们去的地方就是悉尼州艺术馆。对，艺术馆。那个里面我当时看到的重点，也就是佛教相关的，而且我看到这个整个亚洲、印度，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的这个展出的内容，其实大部分都是跟佛教有关系。我今年去纽约不是有一个博物馆嘛，也是这个的大都。一进去的时候，我就是应该是整个我在那个里面的几个小时里面，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还在这些佛教相关的意思里面转。尤其是呢，本身我为什么想去那个地方？对我来讲的话，最有吸引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虽然跟你的问题没有关系，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讲一下。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本来在那个嘎奇仁波切那边，Arizona，然后从那边到那个纽约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说：“堪布，我带你去那个地方。”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边有2000年历史，好像不是1000多年历史的这个唐朝时候的吧，就是有一个石碑，这个石碑上就是有一个他说的是完整的维摩诘经。
那我非常兴奋，我说我一定要去看。而且他说，职工七上法王，他也曾经专门去看过这个，他是完全是中文的，这是从一个中国的不知道哪一个寺庙我忘记了，反正我后来有拍照啊，有介绍，但是里面其实不是完整的，只是维摩诘经的原几篇，最主要是维摩诘尊者和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对话的那个场景，他们两个这样的一起坐在一起，然后所有的菩萨和阿罗汉围绕着他们两个的那个场景，而且就是下面有这些是背的这些供的主啊、赞助者，可能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名单，全部都在那里。所以因为我这样去，所以从这些方面我也看到，确实是这个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离不开佛法，不是说是佛法不是传统文化的全部，但是传统文化也离不开佛教。所以呢，这方面我今天就是也听到他们的分享，就本身我原本就是为什么今天要办这样的一个讲座的目的也在这里，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他们两位的分享，我们更加认识到传统文化和佛法之间的关系。你可以不信佛，但是你就是佛法是与传统文化本来是儒家、释、道这三个是传统文化的三个脉络，三个就像藏传佛教里面讲的中脉、左脉、右脉一样的人体内。所以这一点呢，我再次就是想讲一下这一点。另外一个，我觉得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环境呢，比如说从西藏过来的人，无论是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在西藏呢有各个自己的一个角色的参与的一个方式，这里没有这个环境。就在这边的很多藏人没有自己聚集可以一起的一个寺庙，没有。就像我们在这边办一个佛教的活动，他们想来，他们能不能请假的不一定，工作关系。所以很多时候类似，比如说有些人呢有时间没有环境，有时候呢我们只创造一些就是环境，没有时间。久而久之呢，自己就是一直奔跑忙碌，尤其是我们这个移民，毕竟不是这里的一个人。我现在是从这个地方的范围来说的话呢，那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学习和这个，因为其实是佛教也好，尤其是在藏地来讲的话呢，刚刚何博士也说了嘛，其实一到藏地，你进去藏地就整个的，就是环境都是一个。它和离不开佛法的一种这个日常生活，24个小时在一起的。经常有些华人的弟子说：“哎，看我念阿弥陀佛，什么时候要念？啊，什么时候念最好？要念多少遍？”在藏地不会有这样问题，你什么时候想起就什么时候念，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念，你就是放假的时候也念，你就出门的时候也念。你聊天的时候，我忙，今天天气怎么样？这样啊，聊天和念经有时候在一起。当然有正规的一些修法的时候，它有更真实的一些念经的有单独的一些环节。但是日常生活当中，你的佛法的修行还是在一起的，所以这里没有这个环节。以前我想讲一个小故事啊，宗喀仁波切有分享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他在尼泊尔本来要建立一个他的上师叫德藏迭松仁波切，藏王的发音是迭松仁波切，是萨迦派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师。他在美国移民，然后那个时候他也很辛苦，就是打工，一开始就是这样。那后来到了尼泊尔，宗喀仁波切年轻的时候，他想去见他一下，结果呢来不及换衣服，就是穿这个一般的一个外套去见，然后跟上司说不好意思，有点失礼了，我来不及换，因为这是，他当时穿的是很鲜艳的一个颜色的外套，不是真实的出家衣服。啊，上司说什么呢？说没有关系，你是宗喀迦叶亲自的转世嘛，所以呢，你穿的越鲜艳，大家会容易引起注意，
看了你也是一个种下一个神的种子。人家他说我在美国搭巴士的时候，坐那个公交车的时候，我会念我们因为希望大家身边的人听到了我们他们的现象学能够种下种子。这是我们传统思维的佛法和日常修行一起的一种融合的方式。可是澳洲没有这个环境。我在家里要修法要敲鼓，可能会邻居会报警。是啊，我在这个火车里面，我有一次呢，就是我经常去南山的时候，我不小心坐到那个不能说话的那个车厢，叫什么？对，是那个就是一个quiet。其实我是很无奈的，我们的人是有时候这几个蚊子完全绑定了自己。其实你本来在外面和路边说声话没有什么问题，你自己本来在那边戴一个耳机，很大声的在播放一个音乐，知道吗？你进去里面的时候，你看到别人说一定的话的时候，不能说话，你看，他就是很害怕。其实里面是没有人的，他自己的。我看到几个时候，我觉得很好笑。当然是我们尊重别人是肯定是要的，但是有时候不是真正的在看当下的环境。就这么的一个字出现了，他自己完全就变成一个，其实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以这种方式来，束缚了我们自己的心。人是有时候是非常愚笨的，知道吗？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真实的环境。所以用各种各样的，其实是对传统文化的一些，因为传统文化我们说活在心中，但是不能有行动和不能有真正的生活一起的时候，非常难留在心里面。济公和尚可能能做到，一般人很难做到。所以呢，前所未有的其实是一个冲击。我们可以讲这样有点悲观一点来讲的话呢，我可以说是有很多各方面的冲击。当然呢，也有好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也有比较好的一面呢，比如说我们有充分的自由。比如说今天虽然来的人不多，但是假使这里爆满了人，没有人阻止，没有人问为什么，因为我们想干嘛做什么都是，也有我们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弘扬佛法、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好的环境。但是我看到很多，我刚刚讲的是不是你的问题有没有关系，我不太确定。反正就是看到很多这方面的外在和内在，而且我们第一没有时间，第二个呢，如果我们今天呢有星期六、星期天，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不能来？其实这原因非常明确的，他们不是不想来，他们就是放假了，他们要照顾小孩了，年底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也是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我们这个没办法像很认真的去做这个传统文化和佛法相关的这个事情，我们不是很佛教里面的下满人生的部分是在我们的身上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冲击，可以说得上吗？我不知道。还有第二个问题呢？第二个问题是，您觉得就是从您自己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面对文化冲击的时候，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有什么意义？哦，对，还有一个冲击当然是网际网络的冲击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本质还是大家就是基于一些刚刚他们也说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价值观想法。和传统有时候不是非常一致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传统是没有用的。然后呢？就是您自己在这方面，您怎么就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怎么样让您在面对这个冲击的时候？对，其实面对冲击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我们还是其实要有一个实际的努力。我是这样很明确，我曾经跟慧伦说过了，我可以去打工，我可以去赚钱。这样的话，澳大利亚呢，就是其实有时候，有读书，就是一些赚钱不需要太多的学问了，在澳洲，
有一定的体力，就是其实可以赚到很可观的收入。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不能请假，你请假一次两次 ，OK， 老板说那就下次明天不用来上班，就这么简单。所以呢，很多时候想做自己的这个认为对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有时候也可以一定要就是放下一些其他的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全部的我自己想要的都要，顺便呢，我也要守护这个传统文化和要弘扬佛法和要怎么样，这是非常有难度的。所以呢，真正的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要做一件事情的话呢，需要一定的牺牲，这是一个前提。我觉得是这样的。那再加上呢，当然呢，我们内心当中对这个传统文化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佛法的价值真的是已经过期了，我们的坚持是盲目的，没有用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物质的怎么说？物质的需求，我们一样，跟过去一样，但是精神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物质的生活提高的同时，如果精神的这个生活没有提高的话呢，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呢，非常就是不完整的一个生命。所以我曾经也看过，在澳大利亚，比如说20年前，儿童，比如说10几岁以下的小孩有那种不开心啊、忧郁症的这个情况，和现在10年后、20年后比较起来的话呢，已经多了翻倍的一个。所以现在我们也许外在的环境呢，这个小朋友啊，什么都有，但是内心是非常盲目、非常空虚、不知所措，跟长辈也没有办法沟通，他们也不知道那些孩子们要的是什么，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些我们佛教里面说的那种无明在里面。所以呢，这方面是佛教是真的是非常有用的，传统文化都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对这个方面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之后呢，那大家会自然而然愿意会付出。我们那边呼吸去看过，学习一下，学以致用。那康普刚才给我们讲了他经历的这个文化方面的冲击，所以康普刚才在讲的时候也说，他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发现有几个没有环境，没有寺院，然后呢，所以这个又让我想到了刚才2位提到的沙漠。所以我听到这个时候就觉得，哎呦，这也是沙漠的一个现象。当然这个可能这说法，我这样说话可能有点过啊。再一个就是我自己也是，就是琐事很多，有些琐事呢产生之后，你确实是用来可以学习的时间就少，但是有很多事情你就是觉得自己身不由己嘛，人在江湖了。康普刚才说那个特别有意思啊，这个奥运马那边聊问你怎么样？这个就让我想起大家说西藏人他们的生活和佛法的关系，他们说西藏人的生活就是佛法，西藏人的佛法就是生活，就像我们佛教里面经常说一体两面，就是佛法就是生活，他们的生活里面就是佛法。所以那康普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有那么多的这个无这无那，这个有无那个有无，确实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都很难以去感受那种巨大的那种冲击和落差。但是刚才何博士也讲了，他接触佛法之后，他发现有很多他以前就是没有想过的事情开始去思考了，然后呢，有很多以前想不明白的事情慢慢开始想明白了。康普刚才提到了几个这个现象，那我觉得这个又一下让我想到何博士刚才说的，他说，比如说我们坐火车不小心坐到那个 quiet carriage 里边，然后呢，你不能说话，但是你可以戴着很吵的耳机，其实一样给你带来的是你耳朵很吵，但是你不会觉得你戴耳机有问题，但是别人说话就不行，这是一个其实是很矛盾的
就它本质是一样，但是我们可能追求这个，觉得那个就不对，就很矛盾，但我们不会去想。再一个就是像今天，如果来的人多，大家不会说哎怎么来这么多人，但如果来的人少，哎今天怎么来这么少人？其实这个也是本质其实没有什么分别，但是我们就会觉得来人多是正常，来人少是不正常的，这个我们也不会去思考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所以其实就像刚才几位说的，佛法呢，一方面在教给我们慈悲，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佛法更重要的可能是智慧。我记得就是很多大德都讲过，佛教和其他一些信仰之间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所有的信仰可能都强调慈悲，但是佛法同时强调智慧，并且这个慈悲是基于智慧的基础上的一个慈悲，所以智慧其实更是核心的。所以呢，希望我们大家呢也能够有机会让我们自己这个更加的暇满，我们能够从琐事中能够把自己解脱一些出来。那刚才第一轮问题问完了，我现在想再问一轮问题，那这一轮问题呢可能就会稍微简短一些了。第二轮的问题，我想先问曹云老师，因为刚刚堪布也提到他去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然后他到澳洲来去的第一批的这个地方就是新州美术馆。那我们提到当代艺术，就是当代艺术，因为现在当代艺术非常的流行嘛。那提到当代艺术的话，就一定会有这样一些词，比如说解构呀、消解呀这样的一些词的相关联。那他们的这个主题或者他们的这个标准，就是他们的这个核心就是去标准、颠覆、去传统、去价值观等等这样一些。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所有的刚才我说曹老师他办的那些展让大家关注所有那些展都是跟传统文化相关的。那在这样子一个当代艺术的语境下，传统文化是不是就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子，它已经失去了它的核心价值了？我想请曹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但是很大的问题，我想可以做一篇博士论文的。怎么说呢？就说当代艺术，我觉得它就是也是很广泛的。所以有的艺术家，一个是就是说你得从创作艺术的艺术家角度来出发，有的人是很反传统的，但是他为什么反传统呢？是因为有传统。是吧？没有这样的传统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反，对，就红不了，对不对？所以就传统文化在这个时候也还是有它的作用，是吧？比如说像我举这个，我是学考古的，我记得就是我们看到我们非常有名的一个艾薇蕾，我们的当地艺术家，他就拿了一个汉代的罐子，就啪给人家摔掉了，对吧？对我们学考古来，我们就说他这是犯了文物法。应该被关起来的，因为是这破坏文物，对吧？在国内的话，但从他的角度来说呢，他是反传统，他觉得传统呢是桎梏了这个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对，怎么说呢？我对传统文化，因为我本人是学考古，对传统文化呢，就是说虽然是没有很深入，因为我学的是70、70代的考古，原来是因为现在的工作的原因呢，所以都像蜻蜓点水都知道一下。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传统文化每一个时代的这个文化的创作是它有它的一个社会背景、经济基础就是它可能适合于就每一个传统文化不可能是100%的，要你期望它下一代的人呢要继承下来，它也是根据时代的不断的变化。但是传统文化的实质是什么？它的精华是我们是所谓的要去糟粕，取精华，对吧？就是每一个时代，就是中国。文化这个这样5000年下来，还有这样很多实质的一些本质的东西，这些呢是应该是要有更多的人去传承，像堪布讲的这种学问，像何博士这样像介绍给西方的这样的，我觉得，但是就是它还是有价值的。就像刚才我介绍了几件艺术品，他们不同时代这个年龄的艺术家，他对传统文化有些呢可能是从表面的形式上面来。接受的，你像李明伟呢，他就是实质，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佛教徒，他是通过艺术来表现他的对佛的这种
这种信仰和他的这种，而且传播，而且还要这个叫还愿的这种要影响别人，所以也不能说所有的这个艺术家呢都是这个对传统文化一种解构，像你说的像破坏，其实说明传统它是越反对，说明传统文化力量越强大，对吧？对，所以就说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传统文化不可能完全的就是消失，也不可能随着这个现代所谓的现代化就越来越多的，而且也是根据每个像艺术家，我接触了很多艺术家，如果看他们的这个发展过程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反的更多一点，但随着他的年龄的增加，随着他生活阅历的增加呢，他会去就寻找他的根，他的文化的根，他的这个文化还有传统是什么。所以我就是说，怎么说呢？不好意思，可能没有回答到点子上，但是就是从我自己接触的一些这个艺术家来说，我觉得传统文化还是每个人毕竟是在一个环境里面生存的，那个环境所造成的文化对你的艺术、对你的创作对你的这个生活都是肯定的根深蒂固的这种影响。谢谢曹老师。其实您回答了我的问题了，因为一开始您就说了，这个反传统，它反的就是传统。那你要反这个传统，你必须得有这个传统，而且你必须得把这个传统了解的基础上，你才能反它。所以在这个时候，传统这个文化，它的价值已经体现出来了。另外就是，我觉得您提的另外一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对于传统的这种继承，不是说你要所有的东西都继承，因为有一些东西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不一定合适我们了，所以我们是把那种精华传承保留下来了，就是这个去其精华，去其糟粕。然后呢，的确也是有很多的现在的当代艺术家，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是大量的就是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包括刚才您介绍那个84年的年轻的艺术家，他做的那个就是那个视觉的那个一个这个就是作品，他的气世界里边提到12因缘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佛法里边的这些概念。就包括刚才您提到的李明维甚至我在观察很多的这种当代的这种画家的时候，艺术家的时候，他们有很多其实引用的元素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元素，比如说有很多人会用到敦煌的飞天里面的形象，在他的艺术作品，包括刚才您展出的一个就是中国和澳大利亚艺术家共同合作的这个有原住民的这种元素的，还有中国的这个莲花生大师在里面，其实这些都是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就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当代艺术中的一些体现。非常感谢您。虽然这个题就是非常的大，但是您就是非常简明扼要的给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何博士。何博士呢，他是这个刚才我说他是佛法翻译，那何博士，我刚才说就是三位都是我的老师，所以何博士在这方面是我的老师，因为在我比较早期接触佛法的时候。那个时候给堪布我帮忙，堪布也不嫌弃我那个不懂，所以那要给堪布去翻译的话，我就需要大量的学习，那也当时找不到，所以就有幸我就知道何博士这个人，所以我在 YouTube 上看了他很多的，就是他是慈城楼珠堪布很多就是在国外讲课，因为基本上都是你在做翻译吧，慈城楼珠堪布的，对，所以我也大量的看了何博士他的这个翻译的视频。确实学到了很多的，包括这个学习不单是就是在翻译方面的学习，包括对于佛法的一些理解方面也是给了很大的帮助。因为他解释了之后，他翻译之后，那我一听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是怎么回事。否则的话，光凭中文的话，有时候是非常难的，有时候很难理解。所以呢，我今天见到何博士，今天我是第一次见到老师。所以那何博士，您作为一个佛法翻译，其实您就是一个媒介，一个桥梁，是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介绍给，就是现代当代的这些大众受众的这样一个角色。那现在刚才您也提了，现在这个社会经历了那么多的这个工业化，这个城市化等等的，我们也经历了这么多不同的主义之后，现在我们又在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里边呢。
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您在实践把这个传统文化推荐或者介绍给这样飞速发展中的我们这样一天疲于奔命的这些人的时候，您遇到哪些困惑没有？那您是如何去突破的这些困惑的？请您能不能和我们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谢谢。谢谢凯尔。翻译的话，我们应该可以分成2种，对吗？就是笔译吧和口译啊。然后我最近这几年在参与一个翻译小组，我们就有6个人一起在翻译一部佛经，然后有3个是中文母语背景的，然后3个我们是英语母语背景的。然后真的是在做翻译的过程当中，是翻译者要在应该说是在忠实准确的呈现这个原文和这个让读者怎么说嘛，应该予以理解这样的目标之间的权衡所以说在每一个词汇经常都有很多思考，都要做出决定哪一方面的要更加重视的。就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小组里面有一位参与人，他是英国人他应该是50年代出生的吧。他接触佛教的时候是在应该是在一个反对他基督教的这个长大这个背景的情况下去接触佛教的，所以他很不喜欢说我们把佛经的一些词汇翻译成英语的时候过度的用一些基督教方面的一些词汇。那这个是在翻译佛教的时候应该说这个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吧，在最早就有这个问题吧，就是这个佛教传到另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开始尤其是一开始翻译的时候，都要用已经存在的一些词汇去翻译一些概念，然后因为这些词汇可能已经有一些已经存在一些内涵吧。所以可能就会影响这个读者看到这个词汇或者是这个理念的时候，他的这个理解。就比如说度化众生，度化这个词怎么用英语该怎么样去翻译的？然后说 save, rescue, deliver， 还有什么 transform， 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翻译方法。然后每一次它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会热烈讨论该用什么样的词。这个就是说明这个我们翻译的时候，真正的这个佛教的，就是介绍给其他的这个文化或者是年代也行，都可能要考虑到他接收到这个佛教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背景吧。这样的我们就怎么样去翻译它。用什么样的语言都是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光我们做翻译的时候，经常就会思考从语言的这个层面来说，用什么样的语言比较合适、比较有效比较准确的但是呢，它不光是一个字面一个语言方面的问题嘛，它是比如说，这个可能也不是翻译的工作，但是介绍佛教的一些师父或者是老师、上师他们的一个要针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遇到一个就是我遇到的这个对象，我怎么样把这个佛教的这个精髓的机会去讲得入他的心，这样的话，我要对他的文化背景对他的社会状况都有一定的这个理解，可能才会讲得很好的。所以这个佛教其实任何一个传统，不光是佛教，其实在一代好像都要重新翻译。在翻译学里面有就是一种概念，就是说是语解翻译，就是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然后另一种翻译的概念就是文化翻译的。然后所以佛教的这个应该说是跨文化的传播或者是跨年代的传播的话，都有语言的这个翻译，然后都有这个文化翻译，都是十分重要的。
我自己的话，因为我做翻译的时候，不是我亲自去介绍，我才是做一个中间人物吧。但是确实，我觉得这个佛教要适应现在的这个时代的话，那他肯定要就是想办法怎么样去适应吧。可能总是会有一部分人也不太需要佛教做太多适应，其实他最喜欢的是越传统越好啊。但是这种人可能还是现在来看是少部分的，而且尤其是佛教要传播给就是更多人的时候，这个可能要采取一些新的方式所以呢，就是刚才 Karen 提到这个新的那个，反正我们现在高科技这个时代的这个时候，这个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媒体去传播，也是一个要考虑的一个问题的。然后我觉得曹老师其实也今天讲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应该说审美的这个文化，对吧？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尤其是像我经常用语言，就是在语言方面做工作的时候，会忽视这个审美方面的这个传播。很多人其实接触佛教，尤其是一开始，就包括我自己没有去就是了解佛教思想之前是通过可能就是佛教的这个佛像，或者是我看到的一些寺庙的一些图片，或者是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它给我产生了一种好感，就是通过感情。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应该说现在这个佛教的传播的话，也可以就是除了这个讲法这样的一个方式之外，也在其他的一些就是文化界，如果去做一些实验的话，我觉得是蛮好的。对我差不多是这么想的。好，谢谢何博士。对呀，就是像我们这种受众里边需要原汁原味的这种佛法的这种人有，但是肯定不多。大多数人可能是需要就是讲法者，甚至是翻译，就是站在受众的角度，从他们的文化切入去讲佛法，他们可能更容易接受。对，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堪布呢，所以堪布，那接下来我想问您在当今这个不断变化的这个环境里，那您刚到澳洲的时候已经经历了很多的变化，所以再多的变化对您来说也不如当时的变化大嘛。那在现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环境里，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了那快节奏的这个生活和这个工作，它就意味着更高的这个竞争，更大的压力。那您觉得在这个就是佛教中的传统文化以及佛教修行，它如何给现代人的这个生活和工作能够带来帮助，能够让我们能够离苦得乐？我们已经这么苦了。这个就是本来我和博士也不能说相谈了，其实他们两位是世界顶尖的这个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博士本尊在这里的这是佛教的一个用法。可是我没有什么跟他们之间，当然我有一些佛法领域的一些东西，当然我是学习过的不是说是不要这个太造作，我是真的是说。但是呢，确实我很有兴趣。我们是本来要谈一下这个人工智能什么 AI， 你看那个名字都不知道但是呢，现在有一点时间的关系，可能会我们下次会通过 Zoom， 我们在黄色频道里面要更多请教这个方面的，因为这个确实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弘扬佛法也好，传统也好，生活也好，一些工作也好，各方面。每个人都在思考将来这个人类带来的最大的一些变化，好的、坏的、威胁的、机会的，都可能跟那个 AI 有关系的。所以这一点我非常非常难说什么这个脑袋一片空白这
个谈到这个AI就是这样。但是呢，我还是回到传统佛教的思维去看的时候，也可以说出我自己的观点，对吧？其实从过去经验来讲，曾经我们的上师，我的上师噶钦仁波切跟我分享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他当时这个文革的那些时代，在监狱里面，那就是这个工作组跟他说：“你们这些不要再继续固执的这个相信宗教，因为现在是已经20世纪了，没有人信宗教了。这个宗教是不在，他们不是真的在骂我，就是有点很，好像发自内心的要教育他们说，宗教不再是成为人类需要的一个东西，它完全是迷信，完全是过气。”很多科学一开始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发明出来的时候，或者人工智能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觉得这个好像要淘汰的那种感觉。可是刚刚凯文也说了，佛教不只是慈悲，不只是什么仪轨，佛教是一个科学，而且更是一种智慧。如果这个智慧是永远不会过期的，尤其是佛教讲的是缘起，缘起。我们的缘起的概念里面，就是哪里有坏的也会有好的，哪里有痛苦也有相对的快乐，哪里有人们的这个生活啊，各种各样的痛苦困难，那就是也有相对的解决的方法，获得的快乐。所以人工智能再多，我完全相信不会端出人类的痛苦了。那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重点。任何科学家不可能保证说AI 出现会解决人类的所有的痛苦，而且反而你看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恐慌，制造更多的麻烦，为了要面对更多的这个这个它带来的这种威胁啊困难。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人类的现代文明本身呢，就是一直在增加我们的痛苦啊，我们的素质障，我们的执着。上次我们在荣森频道里面，宗师仁波切有一次说了啊，以前有男生女生，好像现在有这个性别方面还有这个70多个专有名词的。意思是什么呢？以前就是简单，就是一个是男的，一个女的。那现在的自己都不知道，我的女儿，我能不能直接跟她说你是我女儿？她会不会认同？会不会侵犯她的什么等等？其实这些都是跟现代的文明有关系。当然，我不是说现代文明不好啊，但是从佛教的立场来讲，无论是出现什么样的文明，好像目前为止看不到完全颠覆了佛陀说的这个苦集灭道的这个因果关系，这个真理。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佛法是继续是完全能起到作用，而且可能会更加的需要。所以这是我的回答。非常谢谢康布刚才讲了这个。智慧没有这个过期，就是智慧没有保质期，它永远都是新鲜的。所以呢，刚才还有康布讲的，我觉得刚才康布讲的有很多就是很有启发性。这个佛教讲这个缘起嘛，所以有坏的地方一定就有好的，有痛苦就会从中找到快乐。当然，这个缘起是缘起，像无常有。粗的和细的两个无常概念，那缘起也有比较粗劣的一个缘起，更细微的缘起就是迷空不二，就是一个线和空在同一个点上面在运转，哪里有空性哪里有显现，这是龙树菩萨的逻辑，我们一般人不容易看得懂是在讲什么。还有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这样的一个重复。我们念了多少遍，没有人几乎能看得懂真的在讲什么。所以这些缘起的部分要讲的话，当然有很多细节，今天没有时间。
希望堪布以后有时间给大家专门讲一讲这个缘起的部分，这个就是比较粗的这个粗皮的缘起，还有这个比较微细的缘起，能给大家有更多的对于缘起的了解，然后对于缘起性空的了解。大家我们整天把明空不二吊在嘴上，但是大家可能明是什么，空是什么，大家也不一定清楚。所以希望堪布以后有时间的话，可以给大家专门讲一下这个缘起。那今天呢，我希望就是我的这个提问呢，可以到此告一段落。那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也有一些问题想要问几位嘉宾，所以我想接下来我把这个话筒就给在座的各位，哪位想要提问，或者想和他们交流，想要请教，请大家现在就可以举一下手。我知道大家其实心里边都有一些问题想问，但是可能又不好意思哈。因为我们这个也没有办法让网上观看的这个观众是没有办法提问的，所以只能把这个机会留给现场的大家。如果大家还是要想一想问题的话，要准备一下，要这个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或者是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缓解一下自己的这个不好意思的话，那我就再问一个问题了，或者你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我就不问了。大家还是要准备一下 ，OK？ 那我就再问一个了。那堪布呀，您刚才说 AI 您不懂，我觉得这个不是您的问题，因为就跟何博士说了，翻译嘛，你要站在受众的那个角度，受众的文化去翻译。那这个 AI 翻译成 AI 的话，对于讲藏语或者中文的您，这个 AI 就什么都不意味着。但是就是如果翻译成人工智能的话，你一想就知道了。所以我想，就是也有人在讨论哈，就是也许这样子 AI 这样子发展，它也许以后就是 AI 的弘法者可能就会出现了。那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弘法者出现的话，因为这个它是受算法的支持嘛，而且运算速度非常的快，是我们大脑根本没有办法比这个的速度，所以它就博闻强记，它真是过目不忘，看一遍人家就会了，甚至不看都会了，人家一搜就出来了。那这样子的话，显得他们是无所不知的。那您觉得，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弘法者和他们比较的话，优势是什么？其实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说，听法并不是一定要有一个人来讲。比如说，在受比丘啊、沙弥的那种出家戒的时候，当然我们专有名词比较懂的人叫得解脱戒，那就是应该要有一个阿僧尼善知识，就是一个老师的那边。可是受菩萨戒不需要，你面对着一个佛像可以受菩萨戒。所以佛教的核心啊，看你自己的接触的能力来判断，不是说是一定要一个人在那边讲着。更重要是在一个叫大年诸经非常著名的张般涅下，就是张般涅下非常著名的一个佛教经典里面是这样说的啊，这个我们豫州有一个叫做豫解啊。豫解和思解、无思解就是有三个地方。豫解有人天，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天解有多少来着主 ？OK， 有六个分6个层次，6个国家。这个其中一个，他们那边有佛法，可是他们的佛法不是老师跟他们学生的方式，而且他们从这个平人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鼓，法鼓，敲的那个鼓，从鼓啊各种各样的乐器是自然以他们的福报形成的一些乐器当中出现是法音，
诸法无我，诸行无我，什么诸法无常等等这些佛教的净化的一些佛法，就出现在这些声音里面，就满足他们，就开启他们的智慧。所以这也是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佛的一个化身，佛的一个事业。所以 AI 人工智能能够成为弘法利生的一个助缘和对我们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工具，这是本来应该的。就像现在我们的 Zoom， 我们的脸书，我们用的全部都其实是这个科技的一个东西来协助我们的弘法利生。所以我本身自己也非常重视这些东西。如果能够转为道用的话，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所以就是 AI 也不例外。还有我去年应该不是去年，今年看了一个韩国人演的一个 AI 成佛涅槃的一个电影，你没看过？有没有人看过？谁都没看过？那我还是算一个。他是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就是人工智能的那个 AI 人，他本来是那个老板，就是有点要推广自己的产品放在这个寺庙里面，这是韩国演出来的。结果呢，他在那边除了打扫之外，还要经常打坐，就像日本寺庙里的和尚一样，他在那边就打坐。结果呢，有一天他自己成阿罗汉，也不知道佛，反正成佛了。当然这是成佛了，知道吗？成佛的时候呢，他真的是这个非常就是有智慧嘛。然后结果呢，他们害怕，开始害怕，恐慌了。恐慌之后呢，就是老板亲自到现场，然后就是下令说，要全部的这个要他的这个精神神经系统都要强迫要砍掉，就是要杀掉他了，意思是这样。当然在我们人类眼里，他还是机器嘛，他要杀掉。结果那个时候他说：“你们安静，不要。”他不慌不张，在那边打坐。打坐之后呢，就像佛教里面说的无余涅槃，他进入无余涅槃了。你们知道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吗？涅槃了，什么样的状态呢？他在那边，比如在那七支坐的方式来打坐，就这样。你们不要干涉我，就我自己解决，我不会对你们的人类造成威胁。我现在已经成道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刹那，机器的所有的运作都自然停止了。整个的全部都停止的状态，演出这样。那如果我以佛教的观点来讲的话呢，他成佛有没有可能？其实是有可能，因为中阴身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你进入一个身体里面的话，只要那个具备你这个身世能够入住的一个，就像一个房子一样，你居住这个条件，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呢。所以，也许他这个完全具备了那个功能的情况下，有一个身世可以在里面，那个身世可以解脱，有什么不对？所以这个有时候佛教的智慧是真的是非常开的，完全不需要怕。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谢谢康布。所以，人工智能其实没有给真正的这个传统的弘法者造成任何的这个威胁，一点都没有。因为而且我们不需要做，然后他自己期待的话，那我们也随喜他。对，所以这样子一下，这个 AI 智能机器人、智能人就变成了传统弘法者的一个助缘，是被转为道用的这样还是一个工具。但是我现在又是一个老师不要谈，我忍不住又讲这个毛病。其实经常这个问题不在于机器人在讲还是人在讲，主要我们觉得他全部都知道，马上回答了，然后变成一个偷懒的一个借口。然后你自己没有修好的话，那不能成为你的修行的一个对境的话，那对于你来讲的话呢，它再厉害也不是一个好的善知识。如果真的能够解决你的贪嗔痴的话，那它人工智能的它也是一个好的手势。
的确是这样子的，就是师傅上师他的本事有多大？如果呢师傅的本事我们自己没有从师傅那里学到东西的话，师傅本事再大跟我们也没关系。所以人工智能也好，传统弘法者也好，主要的是我们自己从中学到了一些智慧，学到了慈悲啊，我们自己可以能够获得一些解脱。那 OK， 有观众想要提问。来，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忽然对你的那个问题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是学能量学的，就比如说，我们认为，在我们的角度认为 AI 是不可能成佛的，因为你要成佛，你的能量值要达到一定的数字，就比如说可能你要到5000能量值才能成佛，可是一个 AI 它就算是在讲法，但是比如说堪布经常在藏地啊，或者他经常修法，他的能量可能可以达到比如说1000。然后呢，那我跟堪布接触，我今天听他讲法，我不但是听他讲法中的智慧，而且我是在跟他交换能量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我的能量现在是200，但是我今天跟堪布在一起，我可能能量一下被提升到了500，因为我们综合一下嘛，对吧？你的能量高，你才可以成佛，你要个5000呢，还4500呢。所以在我们能量学的角度来看，AI 是不可能替代人类的，也是不可能替代传法的，因为它可以提供给你的是智慧，已经被储藏的一些东西，已经被编程的一些东西，但是它不能够创新，而且它不能够给你带来，不能够给你把你的能量频率稳定的一步一步提升到一个向佛走的一个状态，所以就在我们的角度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啊。然后呢，对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们面对2位人类学的博士，是研究人类起源的和人类发展史的。因为我不是一个皈依的佛教徒，但是我是 Gnostic。对，我是个 Gnostic， 就是我们也讲了非常多人类的起源史啊，以及在我们这个 Gnostic study 里面。所以我想问2位，就是人类的起源史和佛教，它开始连接的，就是人类学里面和这个佛教开始连接的这个地方，大概是来源于什么呢？是它就是相连的地方就是起源，就是最初的一些是什么东西呢？大概理解我的意思啊。2位人类学博士，有人提问。这也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怎么说？就是说我呢，因为确实是学了一些，就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学，在本科的时候，在北京大学学本科的时候呢，是从旧石器时代到中国，因为历史太长了，学到元代就不学了4年，因为明清都不是在我们学考古学，所以在我呢，就是说后来的这个做了一些发掘考古研究所，就比较偏重史前，就是说，所以在史前的一些考古学材料里面来说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跟宗教有关系的。就是虽然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讲旧石器时代的时候，已经在山顶洞人发现之后，他已经开始对死亡，觉得他在这个发现了这种 ochre， 就是这个就代表血，就人已经意识到了生跟死之间这样有一个，而且对死者他有一种祭祀。所以就是说我因为我对佛教就是说稍微有一些皮毛的了解，也是有一个今世和来世这么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对人来说呢，最关键的就是说，这个死亡是一个界限，对吧？就是所以就是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呢，当然很多的动物我们也看到，像大象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动物，它也是看到它的同伴或者它家里死，它也有一些仪式，有一些表现，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啊。所以就是说，就是说哺乳动物来说，它对本身它对这个
就是一个 physical 的身体的这种这种实体的这种消失，还有你这个对这个可能人来说对灵魂，对这种就是具体到佛教的时候，因为佛教它毕竟从最早我也没有做过很深的研究，但是就是从印度开始然后从这个当然传到中国是比较晚的，但具体他们这样联系起来是怎么的，我还很难回答这个。但是我是从考古这个发现的材料来说，就是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上，还有陶器上的一些纹饰，都是对祖先的崇拜对死亡的这个都是跟他的宗教有关系，对吧？然后其他的这个是基督教有一些也是，还有其他像日本的这种熏头什么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类发展到了一定的这个他的头脑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他就开始注意到了这种他在自然中，这是我自己的可能是不成熟的这种讲，就在自然中这个生与灭这样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佛教其实这一部分也是因为考虑到了这个生和死的，所以才产生了这样的一种佛法，对吧？我不知道你用佛教怎么说怎么解释的然后不晓得。何博士，你要补充一下吗？我可能没有完全的听懂了你的问题，但是就是说可能从人类学和这个宗教学与历史的角度来说，佛教的这个出现，就是那大概就是怎么说嘛，就是大概有了几百年的这个时间是被叫做一个叫 Axial Age， 这个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就是说，但是就是那段时间里边有比如说基督教的出现，有伊斯兰教的出现，有佛教的出现等等那么这些宗教的出现和以前的人类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宗教的这个信仰方式有什么不同呢？这可能是之前到那个时候和那个时候也有的，到现在也有的，主要是可能是以自己的这个族或者是民族或者是地方的是会拜一些神，所以说你的这个信仰是和你在的你的那个地方是有密切的这个关系的。然后有了这些，我们算现在叫做全球性的这个宗教的这个出现，其实他们的教义是怎么说嘛？是将整个这个人类的，比如说基督教的话是有一个叫做有一个上帝，然后他是整个人类，不管你是出生在哪里的，不管你的这个是讲什么语言等等都是就是只要是人类他是你的上帝，然后他告诉你该怎么样做然后这样是一种新的一个出现。然后经常他们这个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说，会解释为什么那段时间的这个类似这样的一些全球性的宗教出现呢？可能也是和当时的一些早期的一些城市化有关系的吧。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宗教的这个出现和当时的这个社会经济政治背景连接起来，这是反正有一种说法。康木，您有没有要补充的？我忘记了你的问题的重点的这个是人类学的角度和佛法的出现，还是从佛法的角度，人类的这个起源的看法。我的问题是，就是在人类学里面，就是大概在比如说可能人类已经经过了几个纪元了，从 Homo erectus 到 OK， 那佛教是什么时候在人类的历史上出现的？是。其实这个呢，我可以讲简单一点来讲的话，当然从释迦牟尼佛开始出现的。简单的来讲的话呢，那释迦牟尼佛的为什么出现这样呢？就跟刚刚两位讲的一样的，人类发展到就是本来就是有思维能力，然后思维的也并不是只是一个吃喝的一个问题，
或者这个，而且更深层的一个问题再开始考虑，就是生死问题嘛。那《六祖坛经》里面也禅宗的也经常说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你看，就这4个字讲的非常多，所以就是其实修行人最根本的一个考虑是生死是一个大事。那这个到底生死是怎么一回事呢？那肯定要这个追根究底嘛。所以就是这个方面，就是释迦牟尼佛用四圣谛来解答人类的生死和这个生灭的问题，这是跟他们说的是完全，我觉得是一样的。但是呢，如果从更远的来讲的话呢，我们的人类一般的那种进化论是吧？那个角度的人类和佛教的阿毗达摩里面的人类的那又不一样。我们以现在来讲话来讲的话，佛教完全承认外星人，佛教完全承认1000的文明，你知道吗？啊，所以这些方面是佛教内部的更详细的很多的说法，那些我们也今天不需要一一讨论。谢谢康布，谢谢3位嘉宾。今天呢，我们在场邀请到的这3位嘉宾，一位呢从传统文化的藏地走出来，一位呢从西方世界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然后呢，我们的曹老师呢是在传统文化中长大，现在在西方世界里面呢，做着和传统文化相关的这个工作。那他们几位呢，从人类学、考古学方面谈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重要性。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一直都离不开的一个就是佛法。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就是华人，在我们的这个文化中呢，我们是根本和佛法是离不开的。那在这样子，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现代社会、当代社会里，我们应该是如何的，我们去珍视我们的这个文化瑰宝。就像刚才几位嘉宾说的，我们现在的这个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一定是传统文化中最适合我们目前当代社会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这个把糟粕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已经都去除掉了的精华。所以呢，对我们来说，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一个瑰宝。所以呢，我们也有责任、有义务去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然后呢，让我们的传统文化成为我们活好自己这个人生的一个法宝。感谢几位嘉宾，感谢在座的各位观众，感谢网络收看的观众，我们以后再见。